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这连续21年来青少年自杀，也更有伤害家己的人数是年年增加。为着要改善这款的状况，台湾民团是建议按改善学校的文化，减少霸凌事件。那政府是表示会对5大方面来做，其中就包括通报追踪、改善校园文化，也佮提供专业支持等等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连续21年来，少年人自杀伤害家己的状况一年一年增加。其中15岁至24岁的少年人自杀是死亡原因的第2名。14日法院互新会召开预防离校自杀的专题会议，招真侪专家学者来参与。针对少年人的自杀也是伤害家己的原因，有医生表示，真侪甲家庭成员改变、订阅网络等等有关系。让生活多元化，不要只有网络哦。那个东西，我觉得影响就会稍微可以再好一点这样哦。那我自己觉得亲子关系是很重要。民团建议会当对提升网络安全来做，另外嘛，就要改善学校霸凌的问题。民团嘛建议政府就要去研究过去自杀和自我伤害的案件，来规划政策甲预防机制。但是用一个死亡回顾的概念，然后。那这样的一个调查机制或这样的理解机制要放在哪里？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，因为它确实会有助于我们思考整体环境的改变啊。针对医生甲民团的建议，各教师回应是未来会甲焦点放在5个方向，包括改善校园文化、提供专业支持等等，嘛会规划自伤自杀个案的通报甲追踪。这边教育部其实也持续的来督导，包含说我们地方政府跟主管学校，当我们发现案件数比较高的时候，我们会启动相关专案的督导会议。那另外，我们教育部的校园中心其实也每天在监控校园通报的状况。这几年青少年自杀率越悬，是重大的公共议题甲精神健康、家庭关系，也佮有社会文化的改变真有关系。各教师希望透过无共款的方式，建立较好的环境甲机制，让少年人会当伫更较安全健康的环境成长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